貓金虎有乜嘢關係？確實冇關係，不過植物園內有個必去景點，叫做仙人掌與多肉園。專類園內有個胖得可愛嘅植物，叫做金虎。仙人掌與多肉園前名沙漠植物區，係植物園最受遊客歡迎嘅園區之一。根據官方介紹，該園由美洲館、亞洲館、非洲館三大展覽溫室組成，收集同保育仙人掌科、景天科、夾竹桃科、百合科、蘆薈科等過千品種嘅仙人掌同多肉植物。美洲館種植咗600多個品種嘅仙人掌科植物，有球形類、柱形類，亦有生得似樹嘅仙人掌。金虎就喺美洲館裏。非洲館收集咗8種多肉多漿植物，館內大部分植物通過盤活器塊根或塊莖嚟儲存水分，有啲係有刺嘅。拍攝當日冇見到亞洲館，但有一個綜合館。綜合館無疑同寄生態景觀匯聚咗馬達加斯加、美洲西部、加那利群島、馬德拉群島等地區具代表性嘅多肉植物，展示多肉植物多樣嘅適應性。